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第49集嘅異鄉90後啊！我係 PY，我係好期待今集嘅 Catherine 啊！係啊，我哋上集最尾嘅部分已經預告咗少少。係啊，其實我一開波咧係唔覺得我會約到呢位嘉賓嘅，因為呢位嘉賓喺台灣開始受到啲矚目啦。咁所以咧，我當初留意到佢嗰陣，我都係膽粗粗咁樣 send email 去佢公司，我諗住，咁應該石沉大海，點知就得到佢嘅回覆啦。所以我今集係非常之咁期待，當然前面嘅嘉賓都好期待啦吓。今集係有一種喜出望外嘅感覺嘅。咁我哋歡迎今集嘅嘉賓就係富邦 Angels 嘅家寶，歡迎，Hello，大家好。咁我係而家喺台灣富邦啦啦隊入邊做第一年正式 member 嘅 couple。我要講一講點解會當初留意到阿家寶先啦。眾所周知，而家台灣有唔少外援嘅啦啦隊入咗嚟啦。係啊，其中喺富邦嘅記者會上面咧，阿家寶就擔任咗呢一個翻譯嘅角色。初時就以為佢只係純粹係識講韓文嘅啦啦隊，點知再睇清楚，呢位係香港人嚟嘅喎。咁冇記錯嘅話，呢位係第二位喺台灣做啦啦隊嘅香港人，第一位係先迪奇嘅，呢位仲要最勁嘅就係由練習生練上嚟，係啦，好佩服啊，真係。咁我好好奇啦，點解你一開波會揀咗去做啦啦隊啊？唔係應該咁樣問，點解你一開波會揀咗去台灣嘅咧？我知你喺台灣嘅大學畢業噶喎。係因為其實我係小學或者初中嘅時候開始會睇台灣嘅偶像劇。咁嗰陣時就有好多偶像劇個背景都係台灣嘅大學生活，所以我覺得哇，台灣嘅大學生活好似好正喎咁樣。咁再加上我同阿爸阿媽又一齊嚟過台灣旅行幾次，咁佢哋兩個都好中意台灣，所以之前我就有潛移默化同佢哋講話，我之後要去台灣讀大學，我之後要去台灣讀大學咁樣。跟住之後就有一種叫做完成自己細細個嘅一個夢想。我知你唔止係中意台灣，你係 Super Junior fans 嘅個 Alfred 嘅話，係啦，我以為會提到韓國讀書嘅時候先會提到呢一 part。係啊，但係我知你係 Alpha，所以你係有一段時間去咗韓國係讀韓文啊，係嘛？因為我中意咗 Super Junior，今年第13年，哇，好有年資喎。其實中意 Super Junior 應該都差唔多年紀嘅。唔係，大家都係出世開始就中意 Super Junior 嘅，咁今年就啱啱好20歲啦。冇錯啦，大學真係甜嘅啫。因為嗰陣時中學畢業嘅時候，其實未 confirm 自己之後想讀乜嘢，只係覺得咁我可以做乜嘢？不如學下韓文啦，至少可以聽得明自己偶像講乜嘢咁樣。跟住同埋嗰陣時會去韓國，係純粹覺得想試下近距離成日追星嘅感覺係乜嘢。因為嗰陣時其實未真係出過國讀過書咁樣啦，所以嗰陣時就膽粗粗。我嗰陣時係就係識字音冇音嘅啫，我連韓文字都係一個單字一個單字掟出嚟嘅程度，我就自己一個膽粗粗去咗韓國咁樣，叫做為咗追星而學多咗個語言。但係嗰陣時其實冇諗過呢一個語言對將來有咩幫助嘅，只係嗰一下想做呢樣嘢。即係後來可能就算之前坐 office 啊，或者而家可能跳啦啦隊，先發覺原來之前嘅小小嘅決定，都其實對於未來都有一個幾大嘅影響下咁樣。即係你去到韓國應該都幾開心啦，嗰段生活學下韓文，跟住放學就去追下星咁。唔錯唔錯。最後點解你又冇繼續留喺韓國升學啊，或者喺韓國生活咧？因為我前面咪有講過話，我可能小學、初中嘅時候係有睇到台劇呢台灣偶像劇呢樣嘢嘅。嗰陣時因為語學堂佢係3個月一個 grade 噶嘛，跟住嗰陣時我去到5級嘅時候開始覺得，我先要諗下，我繼續要喺韓國報大學定係去台灣報大學？因為其實好多人已經係5級、6級嘅時候差唔多就要諗，咁你而家係咪要繼續升大學，定係唔升大學返香港咁樣？係啊係啊。咁我有 friend 係喺韓國升大學嘅，我嗰陣時都有諗過要升大學，我
嗰陣時諗住讀東國大學傳播相關嘅學系，嗰陣時就開始諗緊要同傳播相關，所以嗰陣時有研究過東國大學嘅。跟住之後又諗下，覺得如果我而家唔去台灣，我之後會唔會覺得留咗個遺憾喺度？我真係覺得始終會呢樣嘢我係想做，但係未做過。但係我嗰陣時去韓國讀書或者喺韓國生活，我已經體驗完啦，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去彌補另外一樣我想做嘅嘢，即係追夢嘅一個代表。講到好似好偉大咁，其實都只係純粹呢一樣想做，呢樣又想做，咩都做下咁樣。我想 clarify 個 timeline 先，你係中學畢業之後去韓國，跟住讀咗幾耐？1年3個月，讀到5級。哦，都幾耐下噶喎。但係其實我嗰陣時嗰年，我最後悔嘅一樣嘢就係我喺韓國嘅嗰一年冇好認真將所有嘅韓國生活都體驗晒 focus 太多時間都喺追星身上。即係而家大個咗之後就覺得我應該要一半一半，即係同時追星，亦都要同時體驗一下。但係嗰陣時細細個就可惜咗少少，我覺得。我唔緊要，我覺得追星生活都係 kind of 生活嚟嘅。都係嘅，如果咁樣講嘅話。係啊，到之後你其實就好少機會可以再追。當然，即係追星呢家嘢就係你我本無疑，全靠我搵錢。的確的確係啊，但係追星嘅生活都係青春嘅呢件事。係嗰一年係好開心。咁你喺台灣讀大學嘅時候，你有冇覺得呢一樣嘢就係你夢想中嘅台灣生活咧？定係過下就發覺係幻滅咗咧？幻滅好似冇喎，認真咁樣講。哇，真係夢想成真喎！我喺韓國讀書嘅時候，因為語學堂，所以身邊幾乎都冇韓國人，所以我嗰陣時俾自己嘅一個目標就係我嚟到台灣讀大學，我嚟到台灣生活，我唔要再識香港嘅朋友。即係你要融入啊。係啦，我想自己真係成為一個台灣人去生活係點樣，身邊全部都台灣人係點樣咁樣，所以就因為如果有同鄉嘅，就有一種舒適圈。你明我講乜嘢嘅咁樣，所以就俾咗自己咁樣嘅一個目標。我覺得喺大學入邊融入都算快，再加上喺大學我的確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活動，所以我覺得係開心嘅，同自己想象中嘅大學生活唔會話差太多。咁你喺嗰啲台劇裏面見到嘅嗰啲好令你觸動嘅嗰啲大學生活畫面係有啲咩啊？或者你成功喺台灣嘅大學有體驗到嘅嗰啲活動啊，又係啲乜嘢啊？我嗰陣時大學有跳啦啦隊，原來就係呢段時候。Year 1嘅時候係跳啦啦隊，Year 2、Year 3嘅時候就係成為咗學者，就係帶啲 Year 1去跳啦啦隊。所以無論係跳嘅嗰人定係帶人哋嘅角色都有試過。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大學算係最美好嘅回憶，因為我覺得全部上下一齊好熱血。唔瞓覺就係為咗呢個比賽一齊向冠軍衝嘅感覺，我覺得真係好好。你哋喺大學啦啦隊係應援邊一啲運動或者邊一啲項目㗎？我哋嗰時唔係為咗咩活動而應援，我哋而係每一個係會編排一個3分鐘嘅表演，入邊有可能特技，可能拋人上去嗰啲特技，咁前面有舞蹈組嘅，咁我係舞蹈組，因為我嘅身高比較高，係啦，佢要比較矮少少先至可以去做特技。跳到上去係啦，所以我係舞蹈組嗰邊，所以就會係成個係一齊跳3分鐘嘅表演，跟住再等啲評審去評第一名、第2名、第3名咁樣咯。台上3分鐘，台下要練幾耐啊？差唔多半年。哇！使唔使減肥啊？或者係要做多啲運動㗎？其實嗰段時間真係不知不覺就減咗咯，肥唔到啊 Catherine。同埋我哋嗰陣時係有俾限制，唔可以飲凍飲，因為飲凍飲條筋會變硬。哇！又原來有啲咁嘅嘢。係啦，限制完全唔可以掂凍飲，淨係可以飲暖水。哇，好困難喎！喺台灣生活，你都知點可以唔飲杯凍飲，即係頂多酒冰嘅啫，全部但得凍噶嘛。但我之後出咗社會之後，就一日一杯手搖杯，離唔開，冇辦法離開手搖杯。咁好整腦嘅。咁你喺台灣又讀過書啦，韓國又讀過一段時間啦。咁
咁你有冇覺得啊兩個地方嘅讀書啊或者係各種環境有啲咩分別咧？又或者有啲咩係相似嘅咧？但因為我喺韓國嘅時候淨係讀語學堂啦，咁比較多都係自己嘅一個自律問題。你自己好好咁讀咧，你就有好好嘅成績；你自己唔讀咧，就冇好好嘅成績咁樣。但係去到台灣，因為始終係讀大學，所以可能 project 啊或者唔同嘅機會都可以同啲同學一齊去做一個 teamwork 嘅，所以我覺得呢樣會比較唔一樣。大家互相 hard carry 啊，一齊做 deadline fighter。deadline fighter，台灣都係 deadline fighter 多唔多？同埋 free rider 都多唔多噶？我覺得都多㗎，因為至少我覺得我首先我係啦，咁同埋同我同組嘅都係嘅，係啦，咁我哋先可以同組到4年咁樣，係啦。我同組都4年，但係你都係 free rider，佢哋都好愛你喎。唔係應該話我哋係 deadline fighter，但係我哋會做得好自己嗰部分。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戰友情誼嚟嘅。冇錯。而家畢咗業之後都有 keep contact，係 friend 嘅。我真係戰友嚟，你哋真係。係啊，真朋友啊。咁你讀完4年大學啦，咁話咁快出嚟做嘢啦，咁但係你唔係第一時間做啦啦隊啦。聽講你係做朝九晚五嘅上班族，回到現實咗。嗰陣時我 year 4就遇到 covid，所以嗰陣時淨係諗緊我有咩方法可以繼續留喺台灣。咁始終外國人留喺異國工作係好需要一個公司幫你簽落嚟，再幫你申請工作證。冇錯冇錯。再加上遇到 covid，好多工作機會其實已經冇晒，所以嗰陣時我就係諗緊有咩方法係俾我留低，我就留咗先。呢一科嘅時候我就入咗旅嘅遊業做 intern，畢咗業之後佢哋就有順理成章咁樣將我變成一個正式嘅員工。咁我覺得好啦，咁我就做住先啦，咁樣，咁就係做到，因為 covid 都2年零啦，再加上 intern 嘅時候，就差唔多喺旅遊業做咗3年零左右嘅時間，跟住之後就開始諗，covid 完咗啦，我要開始諗下我自己想做乜嘢。雖然旅遊業係開心嘅，因為同事都好好，我啲主管啊，全部都人好好，只係純粹係佢嘅發展嘅前途未來唔係我想要嘅嘢。所以我嗰陣時同啲主管講話，我想轉行啦，因為佢哋都知我中意跳舞，因為我成日會喺我嘅 Instagram 放一啲我跳舞嘅片咁樣啦，佢哋都會睇我 IG 咁樣，跟住之後，所以我就同佢哋講話，我想轉行，我想去試下表演呢一樣嘢，咁佢哋就非常支持我，好啦好啦，咁你去啦咁樣。如果你突然間有一日想翻嚟嘅話，你就話我哋知啊咁樣。哇，好好啊呢個！我好慶幸我嘅人生第一份正式嘅工作係遇到好好嘅同事同好好嘅主管咯。都真係啊，邊有咁容易啊？我同 Catherine 之前都唔知吐咗幾多苦水啊！冇錯，我哋吐苦水吐咗48集，突然間呢一集變得好正面，係嘛？你嘉賓都好正面㗎，係嘉賓個個上嚟之前話我哋有好多苦水要講，結果上到嚟都係話，我都遇到好好嘅人啊，好支持我啊，跟住說好的吐苦水咧，真係啱啱又講翻起你係因為想跳翻舞咁，於是就離開旅遊業啦。但係點解會係啦啦隊？係咪因為你同你大學生活有關嘅咧？我覺得比較大嘅關係會係我身邊嘅台灣朋友，因為棒球其實對於台灣人嚟講，算係去到一種國球嘅程度。即係大家就算唔會話入場睇，都一定至少知道棒球點樣打。你可能國際賽嘅時候，大家會關注呢樣嘢。所以我身邊好多朋友本身已經係棒球迷。所以當佢哋知道我好中意跳舞啊，或者思考緊未來嘅時候，佢哋就會同我講話：你知唔知台灣其實都可以去試下跳啦啦隊呢樣嘢？因為香港你知本身冇啦啦隊噶嘛，係上年籃球先係出現咗第一支嘅啦啦隊，本身香港人係冇接觸過呢個行業，所以我一開始就冇諗過呢個行業嘅。係身邊嘅台灣 friend 同我講話，我覺得你可以去試下，所以就開始研究下，係呢個係做乜嘢㗎？自己係咪真係中意㗎？咁樣咯，又遇到貴人啊！真係，出外真係要靠朋友。咁就芸芸咁多棒球隊裏面，點解你會揀咗富邦嘅咧？我只可以咁樣講，真係緣分，真係一個命運嘅安排。因為我去富邦之前，我有參加過另外一個隊伍嘅甄選啦。咁嗰陣時係純粹去訓練嘅啫，亦都唔係去到練習生嘅程度，亦都唔係正式 member，即係純粹去訓練，好似去上堂咁樣，上啲舞蹈堂咁樣啦。
跟住嗰陣時就落咗榜啦，冇上到嘅第二日就咁啱見到富邦呢一個消息。重點嘅係佢呢個消息已經出咗嚟，可能個零兩個禮拜，但係我一直都冇碌到。但係偏偏就係喺我落選嘅第二日就碌到呢樣嘢，所以我嗰陣時就膽粗粗，我覺得因為我已經同之前嘅我唔一樣，因為我之前可能喺另外一隊上嘅堂都有令我一直進步緊。同埋上完堂之後，又令我更加了解啦啦隊呢個行業係做乜嘢。我真係中意，同埋我真係想試下行呢一條路。所以嗰陣時就用一個更加全新、更加進步嘅自己去投嗰個富邦嗰個報名，跟住就好好彩咁樣就一面二面，跟住就入到去做練習生咁樣咯。厲害啊！過五關斬六將，即係一個好 prepare 嘅自己，遇到呢個咁嘅機會，哇，就成功咗。如果我冇做好咁多準備嘅話，其實我唔一定入到富邦。但我覺得係因為前邊嘅種種加埋之後，令我咁啱見到呢個機會，而我入到去咁樣咯。你前面嗰個訓練大概係練咗幾耐啊？3個禮拜，但係嗰陣時係真係由朝頭早可能9點開始跳舞，跳到夜晚6點咁樣咯。都幾辛苦下嘅喎，呢個訓練。因為佢要俾你知道啦啦隊係需要體力嘅，同埋你一直練舞，你係咪可以一直保持到你嘅笑容？係你保持到你熱情，你要試下上下堂，了解下咁樣咯。好啦，你入到去做練習生啦，咁你有冇發覺其實同你想象中好唔同，定係呢個就係我想要嘅啦啦隊生活咧？好似講得好虛假咁，但係我覺得我入到富邦係真係好開心咯，真係好正面啊！大家都人生可以夢想成真到咁嘅程度。因為首先學姐們，我身邊好多 friend 都好中意八卦問我，咁多女仔一堆咁，一定有八卦嘅，一定有唔中意邊一個嘅，你快啲話我知咁樣。跟住我就話吓，真係冇喎，我哋20幾個女仔。即係講真，你一定會知道，佢同佢比較 friend，邊個同邊個比較 friend，但係大家係可以一齊相處、一齊傾偈，佢哋唔會有啲政治啊嗰啲咁樣宮廷戰嗰啲咧，係冇嘅。去到而家我都完全冇聽到佢哋有任何嘅呢啲咁嘅問題，同埋我甚至有見過啲學者係可能前邊可能因為一個題目，佢哋可能嘈咗少少，因為兩邊立場唔一樣，私底下佢哋兩個會去傾偈。解釋翻呢件事，跟住就和好，唔會有任何嗰啲問題繼續留喺度咁樣咯。我覺得佢哋好珍惜大家嘅關係咯。聽到佢真係太美好啦！呢單嘢係咯，我而家個腦裡面係咁出現啲閃光啊，好美麗嘅背景啊。我係一個算正面思考嘅人，所以我就覺得我就唔會遇到啲太唔開心嘅事，因為我就算唔開心，我可能瞓一晚就冇事嗰啲人嚟嘅。個人嘅氣場會吸到啲唔同嘅嘢咯，即係如果你越正面，你身邊遇到嘅事同人咧都會特別正面啲。啱啱而家同家寶講咗冇幾耐啦，但我已經 feel 到嗰個正能量。係啊，我哋今日已經充滿力量。雖然我哋而家錄音嗰陣，韓國時間10點啦，台灣時間9點幾，應該準備瞓覺，但係 feel 到充滿力量。冇錯。唔覺得就話富邦咧，即係我又見到唔同，即係本身睇上嚟比較內向少少嘅 member 啦，入到去好似變咗個 E 人咯。原來係裏面本身係正能量比較強嘅隊伍，可唔可以咁講？應該話大家都好 take care 大家，即係大家都會可以俾到大家將呢度成為一個舒服嘅地方。所以你話一開始本身可能內向少少，因為呢個地方好舒服，你好相信呢一班人，同呢一班人相處得好好，所以你就會慢慢變得外向少少。我覺得係因為咁樣咯。作為一個外地人啦，喺台灣加入呢個啦啦隊，即係可以適應得咁好，我覺得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不過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喺富邦入面，你有冇覺得呢個係你嘅特點啊，定係你嘅限制咧？反而係成日都覺得佢哋唔記得咗我係香港人咯，哦，因為我喺台灣讀大學噶嘛，再加上我係讀口傳系，所以我身邊嘅同學咧會係咁去督促我嘅發音一定要標準咁樣，佢哋可能成日同我講
國語嘅時候，佢哋會講下，突然間變成台語，咁我聽唔明嘅，咁我就同佢講話，我聽唔明啊，可唔可以翻譯下咁樣咯？所以佢哋成日都唔記得咗，又係喎係喎，你係香港人嚟嘅喎咁樣咯。我啱啱聽你即係咁細個已經去咗韓國學韓文咁耐，跟住又去台灣讀大學，都覺得家寶嘅語言天分應該都真係幾高下，高到大家都分辨唔到。我覺得真係好彩，成長嘅背景俾我接觸到咁多嘅語言咯。我哋要再補充一樣嘢就係家寶咧，其實係中泰混血兒嚟噶，所以咧家寶咧都識泰文噶，係好勁啊！可以陣間埋尾咧，可以同翻香港、台灣、韓國同泰國嘅朋友 say 個 hi。好富邦有冇諗住引入一個泰國嘅啦啦隊？暫時未有呢個諗法，但係其實講真，而家泰國嘅 T-pop 啊，即係泰國嘅明星唔係越嚟越紅咩？即係好多人越嚟越中意。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可能將來再過多幾年，有呢個可能性都唔一定。希望你第日可以成為呢一個泰國巨星。我努力，我努力。就講翻去富邦嗰方面，你做練習生啦，練習生其實係做啲乜嘢啊？練習生嘅話會係一齊去練舞，比賽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場邊嗰度睇，因為我哋會睇下學姐們究竟喺舞台上面係點樣應援啦，點樣同啲 fans 互動啦，又或者因為我本身係唔識睇棒球呢個比賽嘅，咁就趁呢一段時間去了解一下棒球係點樣打啦，有咩規則啦。因為我覺得成為一個好嘅啦啦隊，你要知道究竟場上發生咩事，啲球迷而家係因為咩原因開心、唔開心或者嬲，你要知道究竟發生咩事，你先可以身同感受去中意呢個球隊。因為我覺得啦啦隊唔可以真係成為一個淨係識跳舞嘅女仔，而係你真係要中意呢個球隊，同呢個球隊企埋同一陣線，跳應援先會開心。我哋節目咧，其實都好多香港嘅觀眾，我相信其實好多人都未必識睇棒球，我都唔識。即係可唔可以介紹下，即係例如啱啱講有啲咩情景，你哋會做啲乜嘢去應援咧？可唔可以講下俾我哋嘅觀眾知道？因為棒球有9局嘅，咁啦啦隊會應援嘅話，就會係1、2、3、7、8、9局咁樣。咁一局入邊就有防守同進攻。咁防守嘅時候咧，就係嗰個投手會抌個波，咁個波咧就有2好球、3壞球嘅 range 嘅。咁如果佢去到2好球，要抌第3個好球，咁令到呢一個打者 out 嘅話，我哋就會跳3陣曲。3陣曲就好似之前韓國好紅嗰個 Biggie Biggie 係3陣舞，我哋之前有講過。係啊，Biggie Biggie 嗰位朋友而家係你同事嚟嘅喎。係啦，跟住之後又或者到我哋進攻嘅時候，如果安打即係個球打出去又落到地嘅話，我哋就會跳安打曲。跟住之後每一個球員上去嘅時候，會跳一個屬於嗰個球員自己嘅應援曲。如果我哋女上有人嘅話咧，咁嗰個播音樂嗰人咧就會轉成播 trance 曲。跟住我哋就會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跳到我哋得分為止。咁得分嘅時候，我哋又會再跳其他唔同嘅舞。咁棒球其實係要個球員由本壘嗰個位置打個波出去，一壘跑到二壘，二壘跑到三壘，三壘再跑到本壘，先至叫做得1分。最快得分嘅方法就會係全壘打。咁全壘打嘅話，就直接將個波打出去場外。咁我哋全壘打都有另外一首全壘打嘅歌。係啦，就唔同嘅情況下，我哋都會播唔同嘅歌。所以啦啦隊就會係好似每一日每次翻工都係 random dance 咁樣，隨時播咩歌，隨時要即刻跳咁。即係要記晒咁多首歌，跟住隨時即係望住個戰況，要即刻反應咁樣。大概應該差唔多有100首，超過100首。你記咗幾耐？你100首歌嗰陣時記咗2個月左右，因為我嗰陣時一開始做練習生嘅時候，我以為學姐們冇可能一次過記晒咁多首嘅，一定係事前有同佢講話，今日淨係播呢幾首，聽日淨係播呢幾首咁樣咯。跟住入到去之後先發覺唔係喎，真係 random 嘅喎。真係播乜嘢即刻跳乜嘢咯！我呢一下有嚇親到咯。哦，即係其實佢係聽到嗰個歌就類似係嗰個 Q 即刻入咁樣樣。因為我啱啱都好奇，係咪要自己望住個戰況，跟住見到之後唔知係咪有人指揮，即刻要去到邊個位要跳咁樣？佢會即刻轉歌，你轉歌嘅時候就要跳咁樣咯。喺大學嗰度啦，咁你就做啦啦隊。咁而家嚟到
真係做啦啦隊嘅時候，你有冇覺得有啲咩好大分別？除咗你喺富邦應該唔使拋嚟拋去之後，仲有啲咩分別咧？你覺得？知道球場上面發生緊咩事，嗯即係你要同時一心多用，先至可以完成到你嘅啦啦隊，而唔可以淨係純粹話我跳我自己嘅，我笑我自己嘅，唔理發生咩事唔得嘅。但係之前大學嘅話就會比較係，我只要將我自己嘅舞跳好，笑得燦爛就 OK 啦咁樣咯。冇劇本嘅，幾乎就係要臨場要有即刻嘅回應咁樣，即係之前就真係練好晒啊，我做完就 OK 啦咁樣。係啊，係啊，因為再加上現場除咗有好多唔同嘅狀況會發生之外啦，咁有好多球迷會拎住唔同相機啊、手機啊或者毛巾啊咁樣，你會一直同佢哋互動啦，回應佢哋，所以就要將一啲唔同嘅互動方式融入喺個舞蹈入邊，可以做到自己本業做好之外，亦都可以帶到一啲情緒嘅回饋俾佢哋咁樣。哇，都真係好困難吓，好攰，精神上都好攰啊，唔單止體力啊，真係玩緊 random dance 喎。係啦，係。但係練舞嗰陣咧，係會有人 push 你啊，定係你哋自己要自律㗎？自律嘅呢啲舞全部都係睇片，佢會有個 file，咁入邊就有全部所有嘅舞，你就自己喺屋企學。喺屋企學啊？有冇老師去指導你哋？即係要咁樣跳啊？冇喎，係跳完之後就會有個叫做好似考試，又唔係考試嘅，純粹有個驗收，跟住之後就係我哋嘅負責啦啦隊嘅總監，再加上舞蹈嘅組長會去睇你哋跳舞 O 唔 OK，有冇動作係錯嘅，咁如果 OK 嘅話，咁你哋之後就可以跳咁樣咯，如果唔得嘅就繼續練咁樣咯。即係咪要背到某個數量，即係驗收數量足夠先至會有機會上咁樣啊？其實嗰陣時驗收嘅時候已經係全部歌都要記到。我的天啊！佢哋驗收嘅時候已經係 random 咁樣播出嚟，你就即刻跳。我諗起 AKB48 啦，佢哋差唔多㗎咋，佢哋係以前喺瘋狂跳劇場咧。以我所知，佢哋都係對住啲 DVD 啊，即係嗰個年頭係 DVD 啦，或者以前嗰啲 member 跳開嘅舞，佢哋就係跟住跳咯。好早期可能有老師，近排有老師，但係中間嗰段時間 member 互相教咯，甚至可能有人學到半路就要捉上台，就要做公演咁咯。我覺得件事好 AKB 喎，我覺得。但係我哋禮拜六日嘅比賽嘅話，有一個主題嘅，每一個禮拜六日嘅新嘅主題咧，都會有個新嘅開場舞，即係 opening 嘅時候會跳嘅。咁嗰首歌就會係有老師嚟教。但係練習生嘅時候係冇得跳嗰啲 opening 嗰啲嘅，所以之前就會係可能企側邊去睇下老師教啲學者們。咁係今年做咗正式 member 先至會有自己嘅位可以去跳 opening，咁就係得呢個位係由老師教嘅啫，其他都係我哋啦啦隊自己去互相教啊，互相督促咁樣咯。你係練咗大概1年嘅時間，跟住就升咗做正式 member。咁我想問，練習生同埋正式 member，除咗話你中意有個位可以跳 opening 之後，仲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地方㗎？唔同嘅地方其實都真係好多下。你記唔記得我頭先有講話啦啦隊係跳1、2、3、7、8、9局，咁4、5、6局咧係俾啲 fans 俾啲小朋友上去舞台上邊去玩下嘅。咁上年咧，我哋就係可以多咗呢個機會去上呢個位度玩下，即係以一個 fans 嘅角色去企喺呢個舞台度試下點樣跳，跟住咁。冇錢噶嘛，所以純粹係俾你體驗下呢樣嘢 ，confirm 你係可以跳嘅，識跳嘅，咁同 fans 就互動下咁樣啦。跟住之後係到正式 member 之後，你先會有一個叫做好似排班，真係翻工咁樣。你邊一日有班，邊日有班，咁你就可以有個穩定嘅收入啦。嗰個最現實嘅問題就係會有穩定嘅收入啦。再加上就係正式 member 嘅話，就會有自己嘅波衫，有自己嘅 number。練習生嘅時候係冇嘅，再加上亦都冇任何周邊商品，即係可能就算你練習生有好多人支持你，好多人中意你，咁但係佢哋都冇辦法買你嘅毛巾喺個球場度舉起你話我好支持你啊，咁樣冇嘅，係做咗正式 member 先會有呢啲咯。家寶 number 係44號啊，大家記得啦呢個。係啊，44號啊。點解會揀咗44號嘅？其實我中意44號呢個 number 已經13年啦，咁聽翻呢個年份應該就 get 到係咩原因。4月4係啊，幸克嘅生日。我啱啱想講李克才，
係我頭先諗緊呢個應該要講藝名會好啲。係啊，扯一係啦扯開話題就係我嘅身邊啲朋友從來冇人叫佢銀黑噶，全部都係叫佢李克在。因為我同我啲 friend 講，因為大家都知我中意邊一個，所以我都直接講，我阿哥乜乜乜乜，我哥哥點點點，我哥哥點點點咁樣。哦因為我爸就直接翻哥哥咁樣，同埋再加上4月4號係兒童節，我好希望自己可以喺呢條路上可以比較保持初心少少，因為我覺得當每一條路行耐咗之後，可能行歪咗或者諗咗啲唔係咁正路嘅諗法啊，或者出現咗啲咩誘惑啊，咁我都希望自己可以保持初心去行呢條路。好正面。聽咗咁有意義嘅嘢，我就忽然間諗翻一啲好市儈嘅嘢，就係啱啱突然間聽到，有冇錢呢個問題喺練習生嘅時候，真係一個崩都收唔到噶。係啊，因為佢只係純粹俾一個名你去體驗下呢一樣嘢咯，比較會係偏向咁樣。跟住之後有一個4、5、6局俾你去上去體驗一下，如果真係做咗啦啦隊係乜嘢感覺？跟住之後俾你提前1年去同啲學者們相處一下，因為其實我聽講有唔同嘅練習生喺練習嘅過程中就有可能同自己想象中唔一樣啦，又或者太辛苦啊，或者乜嘢都有可能係練到一半唔練嘅，所以佢比較會係一種真係好似體驗完你真係 OK，佢哋又覺得你 OK，先會將你變成正式 member 咁樣。我想知咧，因為大家可能都聽過，例如韓國嗰啲練習生咧，娛樂公司練習生咧，真係好辛苦，跟住捱咗好多年，有啲都出唔到道咧。我想問下啦啦隊嘅練習生會唔會除咗啱啱話可能有啲人試咗一陣覺得唔係好啱咁走咗，有冇啲真係捱咗好耐但真係冇機會出道？有冇啲咁辛酸嘅故事㗎？因為我哋呢一年3個練習生都好彩，係3個一齊轉正式 member，但係我有聽學者們講話，之前都可能有啲練習生係練習咗之後，可能公司覺得形象唔符合啊，又或者可能中間發生咗啲咩事而冇辦法將佢變成正式 member，都有嘅，即係除咗自願同埋非自願，全部都有可能發生咯。行到呢一步都好叻女，但係我都想知你呢一年究竟係靠咩為生嘅咧？靠咩為生？就係好彩前面有坐過 office，有叫做儲過下少少錢，再加上因為我識跳舞呢樣嘢，係因為我細細個我阿爸媽就俾我去學跳舞。我阿爸係一直都同我講話唔好坐 office 啦，你坐 office 朝九晚五唔啱你啊，你去揾啲你想做嘅嘢啦咁樣。所以當我同佢哋講話，我想轉行啦，我想試下去跳啦啦隊咁樣。咁但係一開始冇錢嘅時候，就好彩屋企人嘅經濟上嘅支持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彩佢哋好支持我。我有屋企人嘅支持到好，呢啲人生真係不斷咁夢想成真，不過都係因為你努力先至可以夢想成真。冇錯，再加上好彩，我真係覺得自己係一個算好彩幸運嘅人。我嗰陣時有俾自己一個期限，因為我嗰陣時由坐 office 到真係練習生，再加上而家正式做咗正式 member 呢段時間，其實我都有俾一個期限自己。我同自己講話，如果呢段期限即係可能真係做唔到，就可能我真係其實唔啱呢條路，咁我就要面對現實，我就去坐翻 office 啦咁樣。咁就好彩，又喺自己期限內去一步一步完成咁樣咯。不得不講，你係靠你自己嘅努力可以行到呢一步噶嘛，咁係絕對 deserve it 啦，我覺得。咁不過你嘅夢想成真之餘啦，咁其實而家啦啦隊咧越嚟越受到唔同人嘅注目啦，棒球迷又好，或者其實對棒球冇咩關心都好啦，其實都好關心呢一個啦啦隊嘅發展啦。特別而家係台灣唔止係本地啦，仲有好多外地人嚟參與呢一個大家庭啦。咁你覺得呢一個對於你嚟講係一個幫助啊，一個挑戰啊，定係你點樣諗呢一個現象咧？而家因為其實每一隊都有韓國啦啦隊啦。我覺得我識韓文呢樣嘢係有幫助嘅，因為喺無論練習嘅時候啦，又或者喺舞台上，咁翻譯唔會喺佢哋隔離噶嘛。佢哋有咩問題嘅時候，佢哋會走過嚟問我，又或者休息間入邊，咁啦翻譯有陣時都唔喺度嘅，咁可能佢有咩問題嘅時候，都會透過我去同其他啦啦隊去咗個問又好啊，傾偈都好，所以我覺得
可以做到呢一個橋梁，其實我覺得係一樣幾開心嘅事咯。再加上好似你哋一開始都係講話，你哋係因為記者會嘅翻譯，所以開始留意到我咁樣。所以其實唔少嘅 fans 一開始都係喺韓國啦啦隊嘅側邊，可能成日見到我。咦？呢個人識韓文喎？咦？原來佢又識其他語言喎？開始對我好奇。係啊，所以我覺得我可以由唔同嘅角度俾大家知道我覺得係一樣好事咯。爭取到啲曝光率啊，可以。係啦，因為始終雖然而家好多啦啦隊都係有學緊韓文嘅，但係我覺得要去到可以同佢哋溝通，又或者可以企喺佢哋隔離，有咩問題可以即刻幫佢哋翻譯嘅程度，其實幾乎係冇咯。所以我覺得呢個算係我喺呢一度嘅一個特色，同大家比較唔一樣嘅地方咯。日後可能又真係有泰國人嘅話，又可以成為橋梁。係啦，唔係啊，富邦有冇諗住加人工俾你㗎？我想我問。嘅待遇啊、資源啊或者乜嘢，我覺得已經算 OK 嘅。不過你可以加翻少少翻譯費嘅，我覺得。但係因為有陣時係休息室，可能同啲啦啦隊一齊傾偈，呢一啲都係傾偈啫，唔係翻譯費嚟嘅。OK，都係 communication。我比較八卦一樣嘢啊，咁而家因為家寶自己本身因為好台灣 style 嘅國語，咁所以就當然冇問題。但係韓國 member 暫時講而家同台灣 member 溝通上面啦，即係唔計，即係如果冇翻譯嘅話，communication 上面有冇啲乜大問題咧？未去到好大嘅問題，因為佢哋除咗韓文，佢哋都會用英文去溝通。咁韓文嘅話，其實大家其實幾乎都一定至少識最基本嗰啲嘢，即係你今日忙唔忙啊？有冇 schedule 啊？或者哇你今日好好睇啊？或者一陣間去練習或者乜嘢，即係比較簡單上嘅嘢，其實佢哋本身嘅溝通唔會到超級大問題，只係純粹可能真係有啲比較深少少嘅問題，所以先會覺得啊，佢哋需要翻譯咁樣咯。畢竟如果係練舞、跳舞呢啲，其實都可能真係唔需要語言溝通，身體語言已經 OK 嘅。係啦，只係有陣時會解釋下點解會發生咁樣嘅事，又或者一陣間要做啲乜嘢，可能呢啲係比較需要真係用韓文去解釋俾佢哋聽。如果係一般嘅肢體語言可以解釋到嘅話，佢哋都會去盡量去自己溝通咁樣咯。因為韓國啦啦隊其實佢哋嚟到其實都好想融入，都想學多啲中文咁樣咯。咁而家你嚟到做正式生啦，你希望可以發展到好似邊一個啦啦隊，或者發展到乜嘢程度咧？例如有冇邊個 role model 啊？應該話我自己好想做嘅一樣嘢係，我係好希望可以用啦啦隊呢個身份可以去到韓國有表演嘅機會啦，又或者翻到香港去做一個表演嘅機會，因為我覺得可以翻去自己嘅屋企去做一個表演，有個成功感咯，我覺得係。香港暫時仲未有啲咩棒球嘅比賽啦，始終你都知，啱啱有講到啦，香港人其實唔好話中唔中意，係對棒球係香港人就係識踢波嗰啲咯，足球係啊。但係如果有得你揀嘅話，你想為邊啲比賽或者係乜嘢活動應援咧？即係如果香港可以有啦啦隊嘅話，你覺得即係最適合即係邊一啲比賽或者邊一啲活動有啦啦隊嘅喺香港？因為富邦佢除咗棒球都有籃球噶嘛，係啊。因為其實我係嚟台灣之前，我係比較多睇籃球嘅，因為我有 friend 係有打甲一，所以我嗰陣時喺香港係有去睇我 friend 打波嘅，所以嗰陣時，所以而家就會覺得啊，如果有一日可以翻到去香港嘅話，可以幫甲一跳，其實都唔錯啊！又或者其實香港咪有唔同嘅國際嘅比賽嘅，我覺得嗰陣時其實都可以有啦啦隊去吸引更加多人嚟睇，又或者可以做一個唔同嘅文化交流咯。各位觀眾唔知有冇啲關係人士啊？大家聽到之後行動啊！籃總啊，或者係明年 Rugby Seven 啊，或者係足球啊，反正就係可以應援到嘅項目。如果聽到呢一 part 嘅話，麻煩聯絡家寶啦。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咁除咗話應援方面之外，你有冇諗住話希望可以發展下演藝事業？即係畢竟而家好多啦啦隊咧，都唔止係做啦啦隊咧，仲百足咁多爪，咁上綜藝節目啊，或者係
出演唔同種類嘅節目啊，甚至有唱歌添。你有冇係咯？你有冇咁嘅目標啊？我自己如果以演藝方面嚟講嘅話，我對拍戲係有少少興趣嘅，因為我覺得拍戲係一個冇年齡限制嘅一個職業，因為佢係一個需要所有年齡層嘅一個職業，因為佢每個年齡層嘅角色都需要㗎嘛，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有機會挑戰或者嘗試嘅話，會好想去試呢樣嘢咯。希望做對手戲嘅係邊位演員，不論男女咯。幻想下，哇！呢一個問題我好似真係冇諗過喎。台灣啊，我第一個會諗到係林依晨。哦，係喎，你睇翻你過往睇開嘅台劇，林依晨應該係出現得比較高啲，應該。第一部睇嘅台灣偶像劇係《惡作劇之吻》，所以我好中意佢嘅演藝方式啦，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戲我都有睇過嘅，所以如果有一日有機會可以同佢合作到，我相信可以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你如果去韓國嘅話，我唔知銀赫會唔會演戲，有冇諗住希望可以同銀赫做對手戲啊，或者係演啲咩作品出嚟？如果可以同到銀赫合作嘅話，我相信一個舞台只要俾我3分鐘，我已經非常嘅心滿意足。我相信以你嘅熱誠同埋呢一個正能量，絕對有機會嘅。我會繼續努力試下，或者可能最快就係嚟緊20週年咧，睇下有冇機會邀到銀赫。我諗犯個殺都你應該都好開心啦，可以影個相我都開心嘅，其實。咁除咗你個人之外啦，咁你而家係喺富邦啊嘛，咁你對富邦嘅話，仲有冇啲咩期望咧？喺任何方面。講真嗰句，其實大家都知道富邦嘅成績唔太理想啦，最近。以最基本嘅就係我好希望富邦入邊嘅人可以健健康康咁樣打每一場比賽，因為富邦太多傷兵咯。運動嚟講，受傷呢個就最慘，啊，即係冇得控制嘅，真係。同埋再加上以現實方面嚟講嘅話，我唔會直接講話，我希望我哋今年就要拎總冠軍咁樣，但係我會好希望可以陪住佢哋一步一步行。首先入咗嗰個季後賽先，我相信一步一步嚟，總冠軍將來未來嘅某一年一定會出現嘅。因為我個人係比較會係定近嘅目標，而去一步一步達成嘅，所以我可能會更加期望係富邦可以大家健健康康咁樣一齊打入季後賽先。之前韓國係咪唔記得上年定邊年有個唔知咩成績啊？唔記得咗。阿 Catherine 上集嗰個咩年度回顧嗰陣時係咪有講過？係啊，韓華咧，即係韓國嚟講咧，老實講就有啲似富邦嘅，就係長年咁多隊裏面咧，佢就排最尾嗰隊啦。咁但係今年韓華咧係好似係相隔好多年之後係打到幾廿年勝嘅，咁當然最大原因就係因為阿柳賢鎮翻去韓華度打波啦，咁所以我諗係一個好大嘅助力，但係呢一個係變咗係一單近排喺韓國稍微有啲矚目嘅新聞，咁我都祝富邦可以揾到佢嘅柳賢鎮，或者係大家實力去到柳賢鎮咁樣，然後再創出好多嘅佳績出嚟啦。Thank you。但係你講呢一個我都有睇到新聞，真係幾多人關注下。近排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睇棒球嘅，我都係睇新聞、睇消息翻嚟，但係見到呢一個消息都有啲鼓舞咯。雖然我哋上年年尾嗰陣我先稍微恥笑話，咁你唔知棒球邊隊叻，咁你就恥笑韓華差咁就得噶啦。咁樣估唔到我哋收翻啊！我哋登到佢升咗上去，冇錯。係我哋希望我哋嘅登力可以登到富邦升到上去啦。希望係咁。掂啊！喂，如果真係戰績突然之間，哇，開始有急起直追嘅情況，我哋呢一集可能就不得了啦。唔係呢集不得了，係我哋嘅功勞嚟嘅，一定會有呢一日嘅。咁講翻你自己啦，唔講富邦啦。咁唔講咁遠啦，就翻去睇翻你回顧你喺香港、韓國同埋台灣嘅發展啦、生活啦。咁你覺得呢咁多年嚟啦，你自己有冇啲咩成長，或者有冇啲咩轉變啊？我覺得因為我係中學畢咗業之後就直接離開咗香港，所以咁嗰陣時係啱啱成年嘅啫嘛，所以就覺得自己喺獨立嗰方面係
突然間跳得好快，喺韓國嗰一年，即係好多問題都係自己十零歲就自己全部解決咗，又或者有咩問題可能就係真係出外靠朋友，同啲 friend 一齊解決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再加上我覺得同屋企人嘅關係變好咗，距離係咪會產生美感？冇錯真係會產生冇錯美感。我覺得日日係一齊相處啊，無論點中意佢哋，點愛佢哋都好，都一定會有少少嗌交啊，或者嘈交咁樣。但係當你可能隔咗成個零兩個月先可以見到佢哋4-5日，你就會好珍惜同佢哋日相處嘅4-5日。就佢哋無論點暗沉啊，講乜嘢都話 OK OK， 好好好咁樣。所以我覺得反而係同屋企人嘅相處會好咗。呢個我都認同。作為離開咗香港已經好多年嘅人嚟講，我都覺得我好認同呢一句說話嘅，我自己都有冇啲咩決定啦？我諗應該問，原本我哋就有一條問題就想問你有冇啲咩決定你係唔後悔？但我覺得你應該覺得每一步都已經係一個唔後悔嘅決定啦，係嘛？或者係調翻轉嚟講，有咩決定係令你覺得哇嗰陣時自己真係做得非常好最好嘅咧？如果真係要講一個我後悔嘅，我會可能話我太遲先至開始表演呢個行業。但係如果你話唔後悔嘅話，我就會去揀話，即使我咁遲先開始，但係我都決定去做呢樣嘢。厲害，點都好啦，點都係唔後悔，即係後悔嘅只係遲咗開始，但係點都係唔後悔。我覺得所有嘢都係 never too late。我覺得嗰個勇氣可以點樣拎到出嚟咧？可唔可以鼓勵下我哋觀眾？我覺得呢個社會又或者自己俾自己其實好多框架，因為無論男仔女仔都好啦，一定成日都會聽到話，你幾多歲啦？你仲唔結婚？你幾多歲啦？要生小朋友啦？你幾多歲仲係做緊打工仔咋？你幾多歲？仲未買樓冇咁多，啊？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其實全部都係社會俾你嘅一個框架，但係我覺得框架一重咗，你可以發展嘅空間就太細啦。所以我成日都會同自己講，唔好記得自己幾多歲，只要而家想做乜嘢，咁就去做。哇，聽到有少少眼濕濕，唔係講笑。聽完呢一集嘅話，係真係有一種非常之勵志嘅感覺。即係中間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冇逆境，即係有遇到疫情啊，又或者係工作1年冇收入呢一件事，雖然係有準備嘅，咁但係家寶克服咗好多困難啊，同埋佢做足咗準備，咁先至行到嚟而家呢一步。咁所以即係有句嘢好老土，但係永遠唔過時，就係機會只會俾準備好嘅人，就係家寶啦。冇錯啊！去到最後啦，咁講咗個咁正面嘅分享啦，又有冇啲咩寄語或者說話想送翻俾一啲可能真係好有夢想、好想尋夢，但係覺得自己老咗啊，或者慢咗啦，冇機會嘅觀眾，可以鼓勵下佢哋咧？我覺得而家時代下，其實好多人對於自己擁有夢想呢樣嘢係比較怕醜，即係好多人都會唔夠膽去承認我想做乜嘢，或者我對乜嘢有興趣，而我想行邊一行咁樣。大家會覺得，唉，算啦，我去揾錢算啦，唉，算啦咁樣。所以我覺得我好希望大家會記得一樣嘢係，當你有夢想，其實係一樣係非常值得驕傲嘅事情，因為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夢想，亦都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夢想而努力咯。所以我覺得，當你有呢樣嘢，而你一步一步行嘅時候，即使你行唔到最終最高嘅目標，但係你有行到1步2步，其實你已經進步緊，你已經成為緊嗰個你自己都羨慕嘅自己咯。即係唔好去羨慕人哋，你成為自己都羨慕嘅自己就 OK。太感動啦，真係。我係有 touch 到，即係要成為一個自己羨慕嘅人。我呢樣嘢係冇諗過噶咯，即係我會成日羨慕人咯。即係雖然我知道其實佢去到某個位係好應得嘅，或者付出咗好多啦。係啦，咁我哋唔係好睇到，但係我好多時會羨慕人哋，但係冇諗過我要做翻一個成為自己羨慕嘅人。我覺得呢一個結語真係做得非常之好。不過真係最後嘅最後啦，家寶可唔可以用翻晒你認識嘅語言同大家打聲招呼？Hello， 大家好，我而家係喺台灣做緊啦啦隊嘅家寶。Hello everyone, I'm cheerleader in Taiwan and my name is 가보. 안녕하세요. 제 이름은 당가보이고 지금 대만에서 cheerleader 되고 있습니다. 然後是泰文，สวัสดีค่ะฉันชื่อเหมือนฝันตอนนี้เป็น cheerleader อยู่ไต้หวันค่ะ。好，哇，我仲冇唔記得咗邊個國語大啊，劑啊，你真係。
Hello，大家好，我是家宝，然后现在是富邦的啦啦队，然後希望大家之後也可以來到台灣看棒球比賽喲。好 local 好 native 啊！好台灣啊，即係一秒翻咗台灣。希望我今年內啦，可以去睇富邦睇家寶啊，睇啱你嘅時間，我哋一齊去啦，我一齊去，係啊，你哋要嚟嘅時候話俾我知。絕對好要。啊！我哋要現場交流。我要同啲 fans 爭喺個頭位影家寶嘅直拍。我每次喺球場見到香港人都超級開心，因為香港人佢哋係會直接叫我喂打波咁樣，即係我覺得好有親切感咯，超級有親切感，所以我好中意喺球聽到啦場聽到人哋 Catherine 快用廣東話準備叫我 book 機個票名。冇錯冇錯，台灣嘅朋友都試下講廣東話，家寶中意聽啊，唔係喎，聽唔明喎。台灣嘅朋友快點學廣東話，家寶喜歡聽啦。好啦，我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拜拜。拜。